你妈是不是从我把我了还在搞啥都讲啊？哎，那这个家是蛮贵。我爹我弄，我讲，俺对你来家了没来，你那得去，想跑，你那得去嘛？你来没去？啊？俺对你吧，去半天起来叫了几把开了，哦。给你还来去到嘛爷啊，给也不买哦。啊？我就是。给了。哎。我就嘛。这什么跑？怕把猪拿来别他就打了。我跑皮没打好嘛？哎。好，好的。哎。我这边没皮的，因为没皮的打好。今天我忙定个啦哈。那来啦的。哎。哦。我没在忙嘛，估计嘛他。哦，那来调啥的哎。嘞？哎，要么也没估计，那要调来啥的嘞？你带嘛不够，那边。哎。他们那你这边好带个哩。哎。哎呀，这几条白了。前面的你考一年是不定年的你考年，我一年听下去了吧？你来去到夜了嘞？这，我该老不是的吧？是啦，这边。我搞来嘛是来个嘞。哎。这个叫破家路家就是个的咩？过来嘛是来嘛？这叫破家路家就是开地木鱼嘞。鱼个都是乖便宜呀。啊，这个没太少，嘛这个没宜哦。哎。你这么一来打就去的，我操！我搬到了没咯？我搬到去开店我开店没？我操！哦，那样。你做生意都很好。嘛，这基本呢，嘛，嘛做，这点来跑嘛，大咯。这怎么讲？我这个差不多的。对，这单位开始摸了。摸就开了。好，我中了。我这个。我说的我怎么没？啊，这个是这个。啊。他不是的。嘿。嘿。这个有个叫。嘿，不知道他不。他去跑嘛哟，我他妈背着搞10个3个，没背下来。那可能白了，那可能白了。说啥叫个样嘛？地嘛。这他给背下。看白一点，我就这是不。哎。不够。哎，这个啥给被带了？哎，看我妈在，我。跑这么把买，也别拿不快了嘛。不可以啊。对，这不你这不啥，他不往他不改嘞。没事没事，这不改嘞，往他不改要。那个。来，我们喏，来完了嘛。我摸了没？我这摸了没？那个越南的把那副西亚的把谁来喂？那不现在就。哎，明天是的，我把这再有了，帮我买的这边来，老给还长。要不要弄了大我们多大呢？老鼠这边的那个点那么个的。没多大，多少钱？啊。没多大还。啊，不过去的把多大呢？我以为。没多大，没多大钱。大多大买，越南的包什么买？我把这7、8大就要干回。哎。哎喂，那么8号讲成那么细，我讲回那么8的。到这边谁来？这边嘛谁来了？啊，这里马桶。哦，不去，这边厉害了没咯？他们没啥嘢。我那稍微过对哟。哎我。在这上面跑。哎。人家这个嘛嘛，人家那个都是好嘞，这落来去到那个我了嘛。没嘛个啦，没错嘛，这落来去的没个呀。哎。你们没在过的讲我啥跑？没得走嘛，没得走嘛。这口的跑来皮腰的来，没有。这我不讲。嘿嘿嘿。放哪里让我跑？我起来几下就不来。那个叫了跑。看你多少了狗？哦，我没干嘢咯。俺没干嘢。我出个人家，怎么样嘛？那好家呢，好家。这哪路嘛到的了？对嘛，你嘛，现在就可能哪年跑不出来，我看看也别么子啥嘢。这个不会。哎呀，这个没呀，别来的管你管干什么？那路啊，去西木才接啊，刚才到了，
你妈到底前面那老他们来过来嘛拉来是该，啊噜，俺今天下午的哈，这那为了是个开的还所以呀，别你还在一人跑去，啊这样什么？Oh my，啊，没白下去没？没白加下去没上面？是对着谁跳过来了？呀，没看到没干了，别了。那个不来。啊，没白加下去。这都比我，老妈呀！今年就没得啥比较说的，这个比而且今年就，嗯，我这了没啥子嘞。没跑位expert 这年，professional 这没跑位。就把那马家路没说跌了，从啊，个街我们那都跌，就把我拉去了呢，就得跌嘛。跌了。你瞧看这家子了，我就，我直接跌了。对。都跌了。这不叫了吗？为了。去跌。我去得跌。我去对面路啊，我看我对面路啊。个街跑，对。啊，对，可能忙去嘞。咱们这边弄下了不到。我看弄下。我冇对面路开，这个好对面路开啊。要啦。你？哦，我天，他什么可以干哟？你们？我们平常也不接啊。哦。他什么没开，老不给。他什么叫路？啊？我古典了嘞。没拍的古开呀。那就电话啦。那就电话哎。哎呀，嘿嘛，嘿呀，他记录嘿路，加些。嗷！嗷！他记录他。嗷！要啦。老来。俺冇这个多少对没？啊？冇这个有多少哎？啊，这个有费去啥去？嗯。这边路。他妈以前冇讲这个。不要搞啊！我就一慢慢把啥都去，把啥都去了。啊，他这是哦。啊？他这是哦。哎，记得冇把带记得俺这买俺冇了对吗？这个多个，他这是哦。哎我那边没有没。哎，不过那边记得俺冇还没。哎，前嘛去大过来过来还个呢。对了。也了那的。也要啊，拿大多少也要。要哎。哎好。啊，这呢这个么这什么还来拿大多来这一样子。我是。哎嘛，这也要嘛。没怕来也怕。反正这个估计是这么说的。要哎。那个拿大多过来一家。我们。别表啥，我对表达啥过来去弄来。那别的啥不够。啥也怕没拿去。没掉嘛，还没哪里得去说，没啥里个家嘛没掉嘛。没要没家了哎。少。这个包了我也搞大了，啊赔地我也没干了咯。嗯。那你快地要嘞，就这个我就也靠。他还有些。咱唔话破口的我就。我估你个大我头开我不敢买。不过打就打也没白了。我觉得，我就说这店我这还没扒了啊，就啊，保姆我们就保姆，我们店里拉路这个啥队没干没，跑这还百里。呀，你的拉的没不够，从我们跑，那边来，个家都没跑，人家来，我就跑买来跑起码。冇啥来的做话些事。我刚才没把店我这不够，啥了没？这店来改什么头？我冇改坏。改了。哦，好嘅啫，改咩？我们啥做哟？嘿。这样。我哋打地票咩？那古早家嚟嘛，古巴就古小。我刚没把店。哦，看你们来上好上面不够。
个怪啥啥味？这这要看见个怪啥多？你跑脚在上面。我把开路带上面喂。你带那个机会，不给摆啊，他妈包了呗。不给摆了的。不给摆皮了啊，摆嘛皮了。俺就摆，俺包完这妈妈的给我去，给我去。我怎么摆进？你摆别的话，快点嘛！那老娘得洗去了。那老地方，哎，俺为那老地方了。那老地方我过来。这还这还电话。因为那老地方就跑下来，那老地方嘛。我看俺没洗去了。哦，热了，那就到那边啊。哎，带过去就看那个。我操！啊？我操！就那就买你跑家。哦，又得到喽，那个又得到喽。又得到喽，不要怕喽。今年嘛，把妹嘛去给喽。嘿嘿嘿。没这个好多没给他们，先没把破坏嘛，把没有为，可啥破坏嘛嘛？起码那味道了。起码那味道喽。今年嘛，起码几号到嘛，起码那味道喽。俺那我那可过来了。烧到我就烧。烧了。给烧了。你跑家烧的嘛？我烧的嘛？7月了，我根本就没跑。我没错。这大概来大嘛，家嘛大概一场。啊噜，老师也得包。这就没给嘛。哎，7月就俺们你看他的个那么还。啊，这你。快点来。快点么？还来这个烧的场。当然了。那摸嘛，摸掉嘛。啥姑娘都快点看那打掉了嘛。我知道我就没拿那了。阿妹嘛还好。俺你来这个这个，就看白的了，我那就打过来嘛。好，多嘛我里来了没？我妈也把这年过来不去了，你发现了我妈也。哦，家，我谁个来这个他里？我没带皮呢，我要过皮呢。chỗ đi chụp biển này chỗ đi chụp biển này à? Sao mà cho? Sao mà cho? Cho à? Mà đây là cha cha mẹ, chỉ đi qua đây là. Ya có sao mà tu? Ya có biển này à? Cái thằng đi. Chỉ đi qua đây là cha cha mẹ mua đây. Mì phao. Cái gì vậy? Mà sao gì? Sao cái biển đi? Ok mấy đó là đây. Thì hảo mà. Nó cho. Cái lúa cái gì này? Cái lúa đó là mà sốt đó là. Cái sốt đó. Hả? Cái lúa có. Thì nó như thịt là cái chỉ là đấy. Ba thằng rồi gì? Ok rồi, sử dụng cho lên chưa? Nó sao không thế mà? Bao nhiêu tiền mà chú? Nói phát cả cho ta tham này. Thì ngồi đó. Ta sao luôn nói phát cả vì luôn hay cho không? Cái gì nó thế gì ạ? Nói phát cả vì ta sao là quý nó. Ý phát cả cái này cái có giá phải là người ta pin người mà. Ông đi chỗ mà nó phát cả vậy? Trời. Chào chị mẹ, chào mẹ. Quý thế mà cái gì mà đâu. What the heck? Vui thì cha là chào không chào chị mẹ. Rồi. Rồi đó. Vui thì cha là một phát phone lại tay là vui thì cả chào không chào chị mẹ. Sao khai gì nào? Sao khai gì?
快点到底下到你家到的去。俺们味道耶。啊，那就该弄好过，咱们买开啥咖啡啊？我去了。我这没有好。我底下准备做手艺开什么？啊？我底下准备做手艺开咯。呀。现在没嘞，没，大家和没差了没？哎。我那娃家就看呀，一边就看不啦？啊？一边。我不对底下开啥看了咯？我，呀，好嘞。你给他打一下。给我打一下。给多看一下。还说多少钱？别去要去喽。俺不好打击呗。哈哈，对咯。哦哟，这个俺没过牌了。到手叫我就他不。说这个嘛。我有了。说这嘛我去了。我打完了的，没有啦。哦，我见到打了你。OK。你平常平常在酒楼吃了，老也就对了，估计了很。他空边的对呀。我去跑家，看见嘛，啊，六八九。他空边的对了啥？这个地方家都要成了。我不记得了为啥？哎，成了跑家开都开好他都。啊，这个为发空我要按上。哎，那到家都这个，记得那个地方不？啊？当下我一。那你记得吧？啊，那得过。有有。啊，没有，地怎么做？地那个怎么做？没有车，地老就弄的。那地就是咯。你人妈妈做哎。老人民我吃了，现在这么苦排位，过多少弄的？我过去靠这哪样嘛？哎，马家哥。到街了对不对？我躺了当我。这就到就没。但是这个拿到是贵了，那老是这样加一半。那老。到哪来洗车咯？那不然俺等下来这，一对跑车地上个放电话咯。你。你打过去你。七行到这里，七行到这里，第二把七。哎，七。我过来他跑干嘛去嘞？我。哦，今天来谁来哇？到对面到啥面？我俺们到下面，到下面。OK。那个起来跑来打起来，啥还就跑，没敢打那位，别的知道了。怎么拿小弟嘛？哎，怎么拿都对的嘛？我在做那个丢嘛。哎我。这个来做几了啥丢嘛？干哪去了？几了啥丢？拿去不？干哪干了去了？对，他不按他不改了喂。干哪干去没？那他不改了跑。啊？那他不改了咯。这过来叫哪门？我们吃不吃？我去，这位我爸上面，我爸，没多人听嘞，没些了叫，估计怎么样嘛？这啥当么地方也对呀，啥当地啦？啥么做啦？你冇啥当么地方就叫，啥套唔这地叫，啥套位嘞？啥套位地？去地要多少地方去的？啊？多少地方？你这叫嘛啥？不去地的呐？不去。啊，什么你拍个呀？对啦，什么的？不去呀嘛。我什么的？俺没什么可能。对面去的。我报这，我报路。啊？我报这呀。哦，介绍到这个不去。介绍咯。我介绍到这个不他。我打口过去那位。你现在也打去叫打口过叫一下去。打口过了，刚才不会做了没嘞？你跑看地不干哩，我来看白人我来了。白好，我叫来白人。你这不可能没呢？要么，那边那边你看这去去了，我到时忙。要么啥地方我去？你看那个啥地叫？我这去这个对吧？有个我，别啊去吃中啊，要么俺几样点。要。是，今晚那忙啥子嘛？搞那个的。我那今天我搞不么？今天俺等下下去呀，等下俺没得把开锅了，把开拉呀，你说这。
你去今天这个白呀，给起来么了？跑去对了家门了。啊？我不开不做了该，你要白了不到？我背这来开的。我白，我白起来我白了开出对他不远的个没，我也没了该。你需要。我当我了嘞。哎。你要在这个破下什么？哎。我要红了就不开的了。你要在这个破下。嗯。可能没来了，快啥了？嘿嘿嘿，快不快吃的喂？我直接打掉了。哦，让你来干什么？你下去。拿回来。那不是拿什么？要你来。对。要看的。我到这儿了。哟。哈哈哈！那在那干你这老子狗。给你们点行吗？你好家。这正好是有味。这个得要交嘛的哈。这个都咱们也嘛得交嘛。呀。少打的菜味。没有啥了嘞。两块可得了，再去看了。你们被打了没得的？啊，这里就该我搞呢。我被打过都有危险。不没打过的没跑，不行。今天啥嘞？被打掉了，被打就去包里。你跑那啥嘞？你看这了，起来家里，这不能都得。哦，那狗，不要怕，不要怕，那个，你怕的，他不得，他不打了没？看我那小孩嘛，你跑人家比我啥呀？人你。你看啥这个麻将呢？别的规模都得打他的。你。现在嘛，我嘛现在规模看我比啥的那这边你们给你啊，去打他来。哎呀，说这位是这嘛给你打球咯。说这位我对嘛对不起，我啥位没开，我啥我没拉啥嘞。我拉开来打了多一个。我没有这边打了哎。喂，那个的给，他们他那不到了是搬家就像我那开搬家，是什么说那个的家呀？超过了，那底下估计没着了，啊是估计。呀，没几百个人嘛，不到了。都不到了，搬了进来去。那哪个是那贵哇？一万多了，到啥地方了？啥些哪那搬呀哪什么帮对下没，嘛对对嘛对没。买着了没？买着，这咋过去？这咋过去？你来那就。